又到每一個星期五講講靈異，同大家分享靈異故事。今集要同大家分享呢一位網友提供嘅靈異個案，係關於殯儀化妝嘅，同殯儀有關嘅靈異故事。我相信好多網友都好中意聽，又或者都聽唔少。好多時好多人聽完都會諗，係咪真係咁猛啊？心理作用嚟嘅咋嘛？但係其實好多靈異個案都係因為佢冇辦法解釋，大家先至中意聽，仲要越聽越驚。而今集同大家分享同殯儀有關嘅呢一個靈異個案，恐唔恐怖我唔知，大家聽完之後話翻俾我聽。一路收聽但係又未訂閱我嘅朋友，我都多謝你嘅支持。如果你訂閱埋就更加好啦，因為當你訂閱咗，打開埋個鐘仔之後，每一次有新片上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而已經一路訂閱咗我嘅朋友，多謝你一路收聽，一路對我嘅支持。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一個靈異個案，都會經過我略略修改，再用第三方敘述嘅方法去同大家演繹㗎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馬上同大家分享呢一個靈異個案啦。今集投稿嘅呢一位網友叫阿泰，而發生靈異經歷嘅當事人係阿泰嘅一位朋友。佢嘅朋友化名阿榮，係從事殯儀工作噶。如果大家問我邊一類人最容易遇到靈異事件，我諗從事殯儀工作嘅人一定榜上有名，尤其係幫先人化妝、防腐同埋整理儀容嘅工作人員。佢哋每一日面對嘅唔係活人，而係一具又一具已經離開咗人世嘅遺體。有人話人死如燈滅，亦有人話人離世之後靈魂未必即刻離開。到底邊個講法先啱？冇人知道。阿泰嘅朋友阿榮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先人化妝。阿榮同阿泰曾經分享過一件靈異嘅事，雖然直到今日佢都唔敢100%肯定自己嗰一次遇到嘅係咪鬼，但係睇完佢嘅來信分享，都不自覺會起雞皮。而事情係由一位80幾歲嘅老伯離世講起。話說阿榮呢一日就約咗同事一齊去醫院陪家屬認領遺體，辦理好晒認領遺體嘅手續之後，就返去殯儀館，將認領咗返嚟嘅遺體就放入去防腐室。防腐室算唔算係一個好陰嘅地方？如果一個地方長期都唔會俾日光又或者陽光照到而解釋為好陰嘅話，咁防腐室就一定係上榜，因為呢一度係暫存先人遺體同埋幫遺體化妝嘅地方。因為長時間要保持一個低嘅溫度，所以防腐室一般都不見天日，同埋又會長期開住冷氣。亦都因為咁樣，空氣中又彌漫住一啲消毒藥水同埋防腐劑嘅混合嘅氣味。除咗負責處理遺體嘅誤工或者係殯儀師，防腐室入邊就會好靜，靜到淨係得返冷氣機出風口嗰啲聲。阿榮解開個絲袋嘅拉鏈，老伯好安靜好安詳咁樣瞓咗喺入邊。阿榮望住伯伯個樣，心入邊就喺度諗，咦，伯伯個樣都好安詳喎。但係奇怪嘅就係，阿榮個心講完呢句說話之後，頸後邊就突然間寒一寒，寒到落去尾龍骨。咦，點解咁嘅？咁古怪嘅，起晒雞皮。阿榮幫先人化妝咁多年，都未試過咁樣，連佢自己都覺得出奇。除咗啱啱入行嘅時候，自己對住啲先人會驚之外，其實好多年都未出現過呢一個情況。畢竟做咗咁耐，都已經慣，亦都熟能生巧，所以真係非常奇怪。就喺阿榮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嘅時候，阿榮突然間震咗一震，原來就喺阿榮耷低頭幫伯伯化緊妝嘅時候，
阿榮隱約見到好似有個影喺佢嘅頭前面閃過。阿榮嘅同事，即係阿榮帶住嘅呢一位學徒，見到阿榮窒咗一窒，佢就問阿榮：喂，咩事啊？阿榮冇即刻答佢個同事，自己個心就喺度諗：點解硬係覺得有人企喺度睇住我做嘢咁嘅？但係阿榮就冇將佢嘅感覺話俾佢同事聽，淨係好簡單咁樣講話冇事，因為佢唔想講出嚟嚇親個同事。其實呢一行請人已經好難，難得身邊呢個後生仔佢願意加入，如果嚇走埋佢，以後就冇人幫手。但係每一次當阿榮耷低頭化妝嘅時候，間房除咗自己同同事之外，根本就冇第三個人，但係就會感覺到有一個頭喺自己嘅後腦嘅位置控埋嚟，好似睇住佢點樣同伯伯化妝咁樣。阿榮同埋佢嘅同事按照程序幫伯伯整理儀容、梳頭理髮、修整面容，同埋調整眼睛同埋個嘴嘅位置。完成晒之後，阿榮同同事除低個手套就一齊行去側邊洗手。佢哋兩個離開咗處理遺體嗰張台大概幾分鐘左右，點知翻轉頭嗰陣，阿榮突然間停低咗腳步，企咗喺度望住伯伯嘅遺體。因為據阿榮講，佢記得好清楚，頭先幫伯伯整理好儀容之後，嗰雙手佢係幫伯伯交疊咁樣放喺胸前，但係而家老伯其中嘅一隻手，佢嘅右手竟然褪落咗少少喺個肚皮上面嘅位置。阿榮個心喺度諗，唔通由個心口嗰個位置垂咗落嚟？阿榮個心即刻沉一沉，佢喺度諗，雖然佢做咗幾年嘅殯儀工作，知道遺體有時會因為屍體嘅屍僵變化、關節鬆弛、姿勢確實係有機會改變，但係唔知點解今次阿榮硬係覺得有一種講唔出嘅違和感。同事見到阿榮呆咗咁企咗喺度，就笑住咁樣問阿榮：做咩事啊又？阿榮冇答佢嘅同事，用隻手指一指先人嗰隻手。同事望咗一望之後，就同阿榮講：正常啊，可能啲肌肉鬆翻開咁啫。學徒嘅同事講完之後，就行上前，重新將伯伯雙手放好。阿榮亦都冇再諗咁多，繼續做自己工作。但係冇幾耐，就發生咗一件奇怪嘅事。阿榮擺喺腰包嘅手提電話就響起，佢一攞個電話出嚟一睇，係冇來電顯示嘅。奇怪嘅就係阿榮冇撳到接聽啊，但係就撥通咗，電話仲開埋個擴音添。但係喺電話嘅另外一邊就聽唔到人講嘢，就只係聽到一啲奇怪嘅聲，由慢慢好細聲變到越嚟越大聲。呢一啲喺電話入邊發出嚟嘅嗶嗶聲嘅怪聲，充斥住成個防護室，啲聲時長時短，完全唔似電話故障，反而好似有人刻意用某一種節奏發送一啲信號咁。而有一樣嘢更加古怪嘅就係，當啲聲停咗之後，電話嗰個通話記錄入邊根本冇顯示任何來電。就算頭先冇來電顯示嗰個電話，都會應該有一個記錄係寫住沒有來電顯示嘅，但係完全冇咗。而跟住就喺同一日嘅呢一日夜晚，又即係聽日大殮嘅之前嘅呢一晚，阿榮就獨自上咗去伯伯嘅靈堂嗰度巡查。當時大概係夜晚10點零11點左右，啲家屬亦都全部離開晒噶啦。靈堂入邊都只係剩翻啲長明燈，伯伯嘅遺體就喺靈堂後邊，而後邊嗰個玻璃房外邊就放住咗伯伯聽日大殮要用嘅棺木。當阿榮喺度檢查緊副棺木，做最後嘅準備嘅時候，就突然間聽到靈堂外邊又傳嚟一啲聲，啲聲音好細聲，阿榮聽得唔係好清楚。跟住阿榮就行翻出去靈堂外邊啦。阿榮向住發出聲音嗰個位置行過去，
阿榮行到埋去，發覺原來發出聲音嘅位置就喺自己嘅背囊入邊。佢慢慢打開個背囊，佢見到自己部電話個熒光幕係着咗。佢伸隻手慢慢攞個電話出嚟，同今朝喺防腐室一樣，電話發出嚟嘅聲係同一樣嘅聲，而分別同今朝唔同嘅就係，今朝係阿榮自己接聽，但係今次阿榮伸隻手落去攞個電話出嚟嘅時候，就發覺個電話其實已經係接通咗，而更加奇怪嘅就係個擴音亦都係撳開咗，阿榮根本冇撳過，佢揸住個電話一路望住個電話個 mon，手都震埋，因為佢好肯定個電話根本冇響過，係自己接聽同埋俾人哋打開咗個喇叭擴音，就好似有人要借佢部電話發聲一樣。阿榮好驚，即刻撳熄個電話，就嘭嘭聲咁樣趕住走。到咗第二日，即係大殮嘅呢一日，阿榮好早就去到靈堂，打點好晒所有嘅嘢之後，所有家屬都到齊，牧師就開始介紹先人嘅生平，講到先人伯伯年輕嘅時候曾經加入香港嘅華籍英軍，仲接受過波斯密碼通訊員嘅訓練，即係專責喺打仗嘅時候接收同埋發送波斯密碼嘅通訊員。咁當然伯伯梗係冇上過戰場啦，因為佢加入華籍英軍嘅時候已經係和平嘅時間。阿榮同佢做學徒嗰個同事聽到呢一度就成個人呆咗，連頭皮都喺度發麻，因為佢兩個腦海入邊同時出現咗呢兩日聽過無數次嘅聲，時長時短，有陣時就長短交錯，完全好似符合咗波斯密碼嘅節奏。雖然阿榮同佢同事唔知道聽到嗰啲屬唔屬於係波斯密碼，但係就算佢哋兩個知道係波斯密碼又點？根本都唔識翻譯。而佢哋呢一刻終於都明點解嗰啲聲會不斷出現。告別儀式結束咗之後，先人嘅遺體已經交俾另外一位同事陪同家屬去火葬場進行火化儀式。喺所有親友陸續離開之後，靈堂又開始慢慢變得冷清，靈堂入邊嘅花圈亦都一個一個被搬走，長明燈亦都逐一熄滅。而自從完成咗呢一單先人嘅出殯 case 之後，阿榮嗰部電話就再冇收到嗰種神秘嘅來電，再冇試過自己接聽同埋自己打開個擴音，亦都冇再聽到嗰啲好奇怪嘅 BB 聲。阿泰呢一個投稿係咁樣講嘅，佢話阿榮一直都相信嗰一次喺佢電話度發出奇怪嘅嗰啲聲，唔知會唔會係嗰一位先人嘅伯伯有一啲說話想同佢講，而只係自己完全唔了解波斯密碼呢一樣嘢。如果真係咁嗰日嗰個伯伯究竟想傳達啲乜嘢呢？或者係想表達一個未完成嘅任務，或者係一句未講出口嘅說話，亦都可能係向呢一個世界發出最後一次嘅信號，就係宣布自己正式離開人世。聽完阿泰投稿佢朋友阿榮嘅呢一個經歷之後，我記得我成日都會講呢句說話㗎。有時最恐怖嘅未必係見到鬼啊，而係明明有一啲事情喺你眼前嘅，但係你亦都知道係冇睇錯冇聽錯，但係偏偏永遠揾唔到合理嘅解釋。如果嗰幾個神秘嘅來電播出嚟嗰啲真係波斯密碼，你又覺得嗰位伯伯想傳遞啲乜嘢呢？而如果你係阿榮，當你深夜一個人喺靈堂再次聽到嗰陣熟悉嘅嗶嗶聲，
你仲敢唔敢接聽呢？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，如果嗰啲真係波斯密碼，你又認為伯伯佢想傳遞啲乜嘢信息呢？今次同大家分享同殯儀化妝師有關嘅靈異個案就分享到呢一度為止，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更加恐怖嘅靈異個案啦。多謝大家嘅收聽。